昨天教的那个桃子和石榴，我再给你走一遍，你再看一下。但是我今天教一个兔子啊。今天教一个兔子，其实我刚刚走了一遍，我再给你走一遍啊。低下去不带犹豫的，放在右侧，勺子朝左，然后原地绕一圈，看到没有？勺口绕一圈，然后慢慢的再上来，再横着过来，这个身体就出来了。第一点它点一下，顺着走，这个地方已经是连贯的，不要等，横着挽个耳朵，第二个耳朵比第一个稍微大一点，顺着过来，从背这个地方就要平勺了，拉到后面，收个尾巴，点一下拉着走，不要等，就点一下拉着走，点一下让它速度更快，而且线条成一条线，有时候不是一条线，会慢一点。第三只腿，这个身体一定是竖着画的，第四只腿有关节，这个身体一定是竖着我们才能挽得过来。如果横着摆，我们身体挽不过来了，手挽不过来，明白吗？